那好，我们先念诵文殊赞呢。礼敬上师与故诸至尊妙吉祥。谁知妙会礼二丈云，如日静寂极明朗，尽所有意无实际，如之经卷与心间，任谁堕入轮回境，无名暗负苦所逼，明诸众生欲如独子，具足十妙一女，如大雷震行烦恼梦，解开业力之铁锁，为除无明断诸苦苗，高举智慧妙世界，本来清净究竟实地，功德圆满最胜佛子身，百一12相好庄严，除我于暗顶礼妙吉祥。Om Ara Baza Nad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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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ra Baza Nad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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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ra Baza Nad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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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悲尊一智慧光明，净除我心愚痴诸黑暗，复其降赐智慧辩阐明，令我通达佛语正论义。好，我们就开始要复习了。上个礼拜的对，现在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内容啊。嘎哇嘎哇，嘎哇嘎哇，卡哇卡哇，卡哇卡哇，卡萨，卡还没有，好，对，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啊，卡萨卡拉高啊，卡萨卡拉卡哇，到处都是肚子，到处都是血，好，第二个。nga la ngala nga la ngala ja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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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a ka ba cha ka ba cha ka ba cha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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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ya sha nya sha nya sha da la da la da la 好 ta ma ta ma ta ma ta cha ta cha ta cha na cha na cha na ch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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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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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a ma amma amma za ra za ra za ra ca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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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za wa na zawana zawana wa虾瓦下瓦下虾ra虾ra虾ra sa ma sama sa ma 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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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a ama a ma ama ya nga wa yang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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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羊ra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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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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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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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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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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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a 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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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cha ha cha sa cha sa cha sa cha 倒过来看一下，在前面，好，小蛙，小蛙，老蛙，老蛙，拉下，拉下，羊羔啊，羊羔啊，阿妈，阿妈，什么，什么。Syara Syara Asya Asya Zawana Zawana Cawa Cawa Zara Zara Amma Amma 我妈哦对应该要念爬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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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爸爸哪擦哪擦哪擦塔恰塔恰他妈他妈达拉达拉亚夏亚夏抢妈抢妈抢妈恰卡巴恰卡巴恰卡巴jaga jaga jaga ng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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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ak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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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wa kasakala kawa kasakala kawa kasakala 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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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们念一下，你们念一下啊。从好，你们念的时候，嘎哇嘎哇，用这样念，
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啊啦啊啦，好，保重。加嘎加嘎，蝗虫。哦，恰嘎巴，恰嘎巴，啊，主查者。啊，恰嘛恰嘛，恰嘛恰嘛，鱼肉怎么说？娘下娘下，哦，大啦大啦，大啦大啦。好 ，next， 最后，哦，他妈，你们这个不错，哦，对，这个念很准。哦，现在，啊，塔恰塔恰，病。那差那差，好，爸爸呢？哦，父母呢？那黄友那个，帕妈，好 ，next， 妈，这个你不错，啊，根本，啊，扎了，啊，热，啊，草蛙，草蛙，哦，快速，早安呐，早安呐，不要念早安呐，早安，啊，胡帽。瓦下瓦下，瓦下，啊，盲眼呢？瞎了，啊瞎了，不要念瞎了，瞎了，瞎了，啊，食物，什么？什么？啊。蛋，阿妈，啊，悲鸣，再念一遍。啊，羊羔啊，羊羔啊，羊羔啊，啊。哦，拉下拉下，山顶，老蛙，啊，鹿呢？啊，夏娃，夏娃，好 ，next 地方，萨恰，萨恰，萨恰。啊，讥笑呢？啊，哈恰，啊，胡子，阿拉，阿拉，哦，阿拉，那我们这个是上个礼拜学的，那我们今天是，啊？旧的还没消化，新的又来了。啊，那个是我们现在是都是在那个30个字母里面呢，
都是在30个字母里面，没有在一起。然后接下来是上个礼拜我们要加那个四个元音字嘛，4个元音字那这个也可以解释，对。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瓦虾的那个虾后面要有那个下面要加？因为那个是如果那个你说的是这个嘛，对不对？对，瓦苏，这个下面那个是啊，这个是其实后面会讲到这个瓦苏，它如果不加的话，它那个是拼错了。那个是我们讲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讲的是，狐狸，我就是狐嘛，那个是帽子。讲帽子的藏文里面讲帽子的那个拼的时候，那个虾的话，你也得后面要加那个瓦苏，这个叫瓦苏。那我它是属于下家字是吗？这个是我们这边有，它是属于。瓦大，它名是，也就是下家字的名称有，也可以这边有提到说，你们看第5页吗？第5页里面有下家字嘛？下家字，那第10页里面有下家字，所以下家字里有4个，有没有呀、啦、啦、哇、瓦大，就是它一个符号，有4个符号，下家字有4个符号，那4个符号里面的这个下家字的其中一个是一个符号，这个。为什么里面有苏，然后又瓦达2种吗？大就是个标签，它本身是也可以讲我苏。那我们说那个符号的时候呢，亚大、拉大、拉大、瓦大。讲符号的。这个我们再会。你可以拼我大也可以。也可以拼你可以讲我苏也可以，但是你。我们一般讲符号的时候就叫它瓦达。那我们刚刚我们这里没有加这个的话，那就拼错，它不是帽子的下，好，不用，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学到的，在前面。对，这边上个礼拜我们写了4个符号嘛，那就是元音 kiku、shebju、jengbo、naro，对不对 ？kiku、shebju、jengbo、naro，那这个元音符号加在30个字母上面，每一个都可以有它元音，它本身的基字上面这个符号那个元音的时候，它的音本身是那个基字的音，比方说这边有 kiku， 卡有 ki， 卡上面有那个元字卡 kiku ki， 对不对？所以变成了 ki，它与基字的音还是保留的嘛，卡 kiku ki， 有没有保留基字的本身的那个音？所以每一个基字上面加这个元音符号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变音，但是保留了本身的那个基字的音。那个小揪那个拼音怎么拼出来？怎么拼霞？小揪，你说那个吗？就是那个小揪下面不是它的拼音的。那个是霞爬萨霞。爬萨霞。这个。因为后加字跟后加字跟后加字，所以这个慢慢来。这个现在我们先4个嘛，4个字要知道有4个符号。这4个符号拼出来就是念
kiku， 小猪。小猪我知道我会念，但是我说拼的时候是霞、爬撒、霞，然后那个。老师刚刚解释了，那是后加字跟后加字。我知道，我现在是说那个拼音出来，就是说，你刚刚说爬撒霞，然后嘎雅的架，是不是？所以我们那个下在盖亚的那个我们没有教啊。我是说现在把它念出来，念这个小猪的拼音出来。你要念出来小猪。小猪啊，小猪，然后因为我们后面下面那个字没有教，然后你慢慢来，你不要急。小猪，讲不，拿肉，哦，起骨小猪讲不拿肉，所以这个4个符号可以。下面这个30个字母上面都可以加上去，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有学过嘛，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又练习这个部分，我有那个做了一个练习本。啊，对，好，我们现在用这个也练习啊，好。我们嘎上面加一个起骨，对不对？嘎一个基，嘎一个基，嘎什么叫骨？基骨，基骨是什么意思？我中文，杜鹃啊，杜鹃藏文里面就讲基骨。第2个，卡什么叫库？啊，卡什么叫库？阿库叔叔啊，藏文里面讲叔叔的时候阿库啊，所以卡后面加一个那个元音字，说变成本身是卡嘛，那加一个小猪的话，变成了库，卡小猪库，哦。问一下，因为它那个不是啊吗？那为什么刚刚变成卡小猪库，阿库。有变音吗？阿库，哦，机智的你不要念长卡什么叫库？阿库，叔叔，起骨写就是他讲不，是吧？讲不，好，这第3个。卡整个 K， 也有个 E， 卡整个 K， 一 K， 一个是文字啊。那这个一个呢，这边我们讲到文字嘛，那我通常是信也会讲一个，也有个一卡中个 K， 一 K， 啊，不是 K， 一 K， 哦，有什么发音呢？有变音，一 K， 也有个一。卡中国 K， 一 K， 哦，发音怎么样？有一 K， 什么？一 K， 一 K。通常是这边的发音直接标准的话念的话，按照字面来去念嘛，对，一 K。那你们刚刚我说发音出来一 K 吗？有卡有 K 的音，对不对？
一个，所以发音会，有些很多都是你们往后会发现，有些是这个口语里面直接又会发音会有一点转变，这个是应该每个语言都有啊。按照拼字来去念的话，也有一开动 k 一 k 一 k， 要这样音准的话，一 k 一 k， 一 k 一 k 一 k 啊。那你这个发音如果发那个是正确的发音，一 k。那你口语当中有一 k 一 k， 有把那个整部的音呢就变成有点 k 卡有 k 的一 k。是吧？有吗？一 k， 一 k。原来照拼音的话，它是应该是卡等波 k。卡等波 k。卡等波 k。k。k。一 k。一 k。对。你们发出来这样一发没错啊，一 k。啊，那如果是你听到说一 k 有点卡有 k 的声音。也是这个是没有错，就是一样是发 k 的，但是它是因为平常我们念是比较长的音在 k 啊，然后你就一 k 一 k 这样比较短，这样是不是？缩短的。缩短就是口语里面的念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不会用按照那个，有时候那标准的音跟口语里面有点稍微有区别，声音会变动。照着拼音的时候，这样死的这样。那我们跟上人说以 K， 他们听得懂。对，听得懂啊，当然是，当然你按照这一个的话，当然标准对一 K， 对，你如果纠正的话，你就跟他说这样怎么念，对，对，一 K， 文字嘛。所以卡中国 k 这本身是卡，那就上面有个元音字嘛，所以 k， 所以原本的那个卡的声音还是在嘛，一 k， 一 k 是错的，一 k 是错的，一 k， 一 k， 一 k， 俺那种我妈就是真实的意思嘛，我妈，家，那这个到了这个加上第二组嘛，对不对？30个字母里面的第二组家，那家上面加一个那个元音字，加有个记。加有个记，机车，是藏文里面讲的是不一定的意思，机车啊，机车，但是这个平常比较少用，这是应该是在文字那个书面的时候会用到的，口语上面比较少用到这个机车啊。因为现在这里要拼字嘛，要造句，恰小就出，卡，出卡，好，都是河边，出本身是水嘛，对不对？那卡就是其实我们。一来就看就是口啊，对不对？那这边是不是口？这边是就是河边，就是边的就看啊。掐整过切，掐整过切，掐整过切，掐整过切。切，加，几，因为这个是加嘛，加，我刚刚念成了掐，对不对？加，掐，
掐中不切，掐中不切，掐中不切，切切，切切，就是逐渐变的意思，逐渐变大，切切，切切，切切多，切切，啊，냐， 냐， 냐 나로 뇨， 냐 나로 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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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啊，牛啊，买的意思，买东西的时候牛啊，啊，加拉牛啊，加拉牛啊就是买东西的意思，加拉就是东西，所以牛啊就是本身是买牛啊，牛啊，牛啊啊，大有个地，大有个地，啊，大有个地。下，阿迪夏，阿迪夏，这个你们都知道啊，阿迪夏尊者哦，就是印度的一个祖师大德啊。他整个贴，他整个贴，卡整个贴，卡整个贴，贴贴，贴贴。贴是一个小骨头，我们小时候是玩那个东西，你们有见过吧？贴就是一个小骨头，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玩那个东西，怎么玩吗？就感觉像那个。我们有个名字，就是甩子，用这样甩，用这样去甩的时候，它有上中下，所以它如果是正方向甩到地下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是就大，它的名字叫大。然后是如果是这边的一个，它这个的话就是ra，如果是背面的话就是 lu。然后一样吗？它不是圆的吗？我们看起来都一样。不是，它有差啊！你们没有看过这个？没有。台湾人不玩骨头。这个骨头是一个，好像是这边有那个羊跟，多大？不大，就是这么大。对，小，对，就是它有4个方。有点骰子的玩法，那它有4个方向，还会涂那个颜色，我们会涂颜色，不是生堂吗？不是在民间里面的玩，还要买呢，这个要付，对，这个现在玩具变成一个玩具，这个他小时候是这个现在没人玩，有钱人玩的吗？不是。没钱人玩的这个。比较常在蒙古跟那个满洲的时候有，它是用羊的拐骨下去。对，羊的拐骨。如果是满文的话，它叫嘎拉哈，但是蒙文的话，它叫霞盖。它就是那个他们杀了羊了之后，就把它有点晒干这样，然后小女孩在玩的。我们男生大部分都是男生在玩。在西藏的大拉萨，男生都在玩，对，这是个玩法啊。那我们这边讲的 take 嘛，就是 take 讲的就是那个 take，他是不是土？他是不是土？哇，土啊！土啊度就是有的意思，土啊度有烟，土啊度对不对？土啊度。先把你们有抓那个音就可以了，先不要再学。土啊度就是你们学到一个字有烟因为度就是有一个动词嘛，有的意思，你们先把那个音记出来。土啊度就是土啊度有烟的意思。土啊度，
나 나나로 노 나나로 노 하나로 호 나나로 노 라십주 루 호놀룰루好像一个名字是不是？哦，有一英文名字，Honolulu吗？藏文有拼这个Honolulu，啊，八有个 B， 兰纳罗，萨有个 C。比罗西，你们是肥罗斯吗？裴罗西吗？你们是？帕什就扑，下什就树，扑树，那个是腰带啊，扑树。爬整个皮，我那个漏了讲过啊，抱歉。爬整个皮，大，撇大，马那罗摩，爬，马那罗摩。爬木，母牛的意思嘛，爬木。炸有个鸡，鸡，老鼠哦，鸡。叉小就醋。叉小就醋，拉一个里，粗粒，粗粒就是这边的意思，那叫帕拉有里，叫帕里就是那边的山，这边山，粗粒就是这边的山，了解吗？帕我们有学过。30个字母里面已经有帕嘛，对不对？那拉吉古加一个拉吉古里，帕里就是那边的山，帕里粗里，啊，咋整个Z，啊整个 A。咋整个字？啊 ，S 并这种 S， 啊 ，S， 啊，哇哪罗我，哦，你们。不用写，我会把那个发给你。上个礼拜也有发的，对不对？群组里面这个没有吗？我会发到群组。你们现在呢，一定要抓住那个音。你们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回去又没有时间要念嘛，又没有时间，所以上课的时候，现在里面你们一定要那个字的音要抓准，发音。你们现在这边里面的每一个音。抓准的话，那后续的连读的那些，那慢慢会比较准了。你单字的发音不准的话，那你连读的发音也就变成不准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把那个音也要现在这个我是在注重是那个音，你们要把那个发音的那个准确度一定要抓好。哇哪罗我，看哪罗阔，上哪罗索，哇哪罗我，阔索我，
，Kosovo，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啊，藏文是这样拼的，夏有个西，夏有个西，马有个米，西米，猫嘛，最起码2个会记住，西米，鸡，老鼠对不对？对，啥小就鼠，啥小就鼠，卡小就苦，巴，苏库巴，就是收关税的那个人，就是苏库巴，拿着我，妈，我妈，牛奶，呀等不耶，呀等不耶，呀等不嘞，耶嘞，一次的意思，耶嘞，ra yuguri manaru mo rimu 就是图画那图腾rimu la小就路差拉小就路马策路马，橘子的名字叫策路马，藏文是下等过谢，马先妈，就是牧民就是专门看管这些羊牛这个就会叫先妈，萨那罗说，那哇说那哇，牙痛嘛，就是说那哈有个嘿，妈拉呀喜马拉雅中文是喜马拉雅嘛？那个发音不准嘛？不是喜马，是喜马拉雅，柔喜马拉雅，柔就是山对不对？柔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山，柔喜马拉雅。小就乌，乌鲁苏，拉小就如，沙小就苏，沙小就苏，乌鲁苏，俄罗斯，藏文是这样，乌鲁苏，这个四个那个单元字嘛，我们4个字，元音字对不起，元音字现在30个字母里面，我就这样去配了，只是一个你们没有必要马上记住这些名词，但是你会念嘛，所以我们从下面你们念一下，从这边开始你们就念，你这样念小就乌，我在那边小就乌，拉小就如，沙小就苏，这样念可以吗？
乌鲁苏，乌鲁苏，好。喜马拉雅，喜马拉雅，没有拉拉雅，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好。你先念萨，然后就叫呢萨那罗嗦，索那瓦，索那瓦，对，索那瓦，你们就念索就停顿的意思，如果有停顿的话，索那瓦，这就索那瓦，对，索就是牙，然后就是病嘛，所以索那瓦，索那瓦，啊，不要念索那瓦啊，就跟那个。先嘛，啊，查鲁玛，啊。你们可以大点的去念，然后我才知道你们的发音。你们不大声音，你们的声音不大，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发音准不准啊。你们大声的念没关系，发音不准也我们可以纠正啊，对不对？哦，日木，哦。啊，也嘞，啊，那罗我嘛，那罗我嘛，我嘛。哦，苏库巴，啊。洗米，对，洗米。科索，但这个你们英文的名字比较准，但是你藏文是这样念的啊，咋整过这？子。啊，你们加人艾滋那查，加一个那个病的话，艾滋病嘛，艾滋那查，啊。出力。
叽，帕木，好，好，这里我漏掉了这个整部啊，你们要一起念那个整部。佩达，啊，push，啊 ，push，爸，拉那罗。啊 ，B 罗 C，B 罗 C， 哦，Honolulu， 哦，Honolulu。这是英文的名字，你们比较英文的发音比较准，这个。不会翻成配罗斯，翻成皮罗斯，翻的那个原则是什么？翻译的原则，翻译名字的原则是因为声音嘛？声音对，那是配吗？不是，它英文念成是 Pelosi。所以 Pelosi 嘛，对 Pelosi， 对，那为什么是翻成 Pelosi？ 那 Pel 英文是 Pel 吗？对，是 Pelosi。那英文是 Pel 的话，那藏文就怕了 Pel 应该要怕了 Pelosi。对。那这个 Pelosi 是。新闻里面都是用这个词来去说明，官方的这个新闻里面就派洛斯他拼是这样拼的，那其实你说如果是英文是拼拍吗？派洛斯吗？对，派洛斯，那派洛斯是中文一样吗？配啊，是配的音呢。Pelosi， 那帕中国Pelosi是比较准了，但是新闻里面他是用这个来去。那请问一下，如果翻译那个华人的名字，也是用声音去翻吗？对，华人的名字声音很多地方都藏文是不准，没办法是很恰当的，很多都是用藏文来拼的话，发音不是很准确。比方说什么陈啊，卡拉的他就是卡拉的他有秦啊秦，卡拉就不是没有那个陈这个词藏文的拼的话很难拼，只要是秦还是陈，卡塔那陈。或者袖，中文的那个袖，袖子的袖也可以，那藏文怎么去拼那个袖？它只能说下写句袖，用这个来修，和没有那个袖。哪个？下那的袖，啊那的哦，那袖。修不是秀，秀这个，因为中文很多双母音，藏文没有双母音。好，他是不是图？哦，你们不是你们要念的吗？忘记你们要念。土啊。
啊，take it take it take it 大地下阿地下地下牛啊牛啊啊，不用念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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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切切切切切切，啊，出卡出卡出卡，机车。我妈，我妈。一起，一起，一起。阿库，阿库，啊。叽咕，叽咕，叽咕。好，我们休息吧。啊，投影。
那我们30个字母我们反正30个字母都是这样去练习嘛。那么直到现在都是在30个字母里面绕着，也虽然是在一堂课里面我们就把那个30个字母教了，但是第2堂课、第3堂课也是都是在30个字母里在绕啊，所以你们都可以再复习这个部分。所以不要认为说30个字母一堂课里面已经教完了，那后续我们都到3堂课里面都在讲那个30个字母，只是互相在造句而已啊，这样你们比较对30个字母比较熟悉的，慢慢。那我们元音字的部分4个元音字，你们上个礼拜我们4个元音字教了嘛？那我们今天用这个上加字。其实上加字，有上加字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变音。有时候这30个字母上面加这个上加字的时候，有时候会变音，就会有点像浊音。有些字不会变音，叫原来什么音，就是像嘎的话就不会变音，它有上加字也不会变。那这个上加字的部分，30个字母里面，你们在第9页里面有看过第9页吗？上加字就有3个，一个是ra，第2个是拉，第3个是萨，上加字就有3个。那3个的时候，我们藏文里面上加字会讲果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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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就是其实是上的意思，或是头，果尖，果尖，那果尖刚刚我提到有3个字嘛，就一个是ra，第2个是拉，第3个是萨，所以一起把那个加一个头的时候，嚷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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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3过嘛，3过，3过，3个，3过，是不是这个果尖对不对？果尖，所以前面果尖我们说有3个，那加一个有这个ra的话，嚷过，嚷过，那拉的话就是朗过，朗过，那如果是萨的话就是3过，所以就3个上加字，嚷过，朗过，3过，嚷过，朗过，3过，嚷过，朗过，3过。当我们念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比方说，拉摩嘎那过对，拉过，直接念的话是会讲拉过，会重音对不对？拉嘛，摩嘎那过，拉过。我们会讲朗过，有点像朗过，3过，3过，嚷过，朗过，3过，有3个。那3个这个上加字3个呢，要拼在这个30个字母上面的话，比方说这个上加字这个ra，可以全部是30个字母上面可以拼吗？不行，所以哪几面就有12个，我们这边有起到12个，12个30个字母里面12个上面可以加这个上加字的所谓的这个ra这个上加字，所以我们课文里面有提到是前面这个30个字母里面的嘎、加、za这三个有点像是不变化的音嘛，它有加这个上加字也好，不加上加字后都不变音，所以这里加了ra，
那染的那个染过的时候呢，就会平常我们是染，就是这个染嘛。那现在是写上加字的时候呢，只能染，只能这样代表这个。然后你接下来写嘎，那个叫做呢，ra嘎达嘎。ra嘎达嘎 ra ga ra嘎达嘎 ra嘎达嘎嘎，声音没有变嘛？你上加字啊 ra嘎达嘎，然后也是同样写这样一个，这是上加字 ra 的代表。那接下来写大，ra哒哒哒，ra哒哒哒，ra哒哒哒，ra 哒，ra哒哒哒，ra 哒哒哒，没有变音嘛？那同样这个 ra， 这是 ra， 那我们下面写 za。ra za da 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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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3个字呢是藏文里面是强音的，藏文里面30个字母里面强音的不只是这3个，还有几个。那这3个是藏文里面是最强的，嘎大扎，有没有？嘎大扎，3个都是强音。这藏文里面的属于是，就是男性的一个，藏文里面是破，就是最强的那个声音是藏文里面这个文法里面有遇到，它分成它是属于男性的。那这3个上面，就反正有上加字的时候呢，都不变嘛。那接下来你们就看因为有12个，有上加字的有12个。那接下来是嘎嘛卡，这是我一般会念卡嘛，对不对？卡，对不对？嘎卡卡，那现在是 ra嘎达嘎 ra， 一般是卡，对不对？ra卡达嘎 ra卡达嘎 ra卡达嘎，变成了嘎，就是浊音，不是卡，是嘎。ra ga da ga ra ga da ga 啊，所以拿先念就对了。当然这个上加字先要念上加字，然后再念它的后面下面的基字，对。同样接下来是恰 ra ja da ja，这个时候念加 ra ja da ja， 原本是什么音？恰嘛，对不对？现在有上加字，所以 ra cha da ja ra cha da ja， 那直接念的话 ra ja da ja 就变音了 ra ja ra ja da ja ra ja da ja， 有没有变音？有变音嘛，对不对？加大加。那原本是塔，后面是对不对？塔。那现在是有上加字ra的话，那 ra ta da da ra ta da da ra t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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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原音是什么？塔。现在是哒 r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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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da da da
那ra pada ra pada ba ra pada ba ra pada ba ba。如果没有加这个上加字的话，是什么音？爬，对不对？爬。那现在是爬哒爬还是爬的爬？啊？爬哒爬还是爬的爬？有没有？拉爬的爬还是爬的爬？爬的爬。爬的爬。ra爬大吧。爬哒还是爬的？我是说爬的还是爬哒？ra爬大爬啊，ra爬大爬。ra爬大吧。ra爬大吧。啊，那 ra 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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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这个音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ra 找到 ra 找到 ra 1、2、3，有几个？6、7个、8个，是不是？那后面的原本是啊嘛，我们要写的是这样的一个啊。那现在它上面要加个上加字，然后上加字变让啊大啊ra ngã ta nga ra ngã ta nga ra ngã ta nga nga 啊，本身是啊，就变成高音嘛。那高音的ra ngã ta nga nga ra ngã ta nga nga。我们平常不是修法的时候不是有鼓吗？那个鼓叫啊，藏文里面说啊。你说鼓，打鼓的那个鼓。对啊，那个鼓叫藏文里面叫啊。就叫啊。就是那这个字啊。里面是原本是呀，对不对？原本是呀，那现在是要念长音。nya ra nya ta nya ra nya ta nya ra nya ta 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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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냐嘛，它现在要变强音냐 냐，然后是原本是마，那现在是加那个什么重音嘛，ramata ma ramata ma ra ma ramata ma ramata ma ramata ma， 这样就Ranatana， 原本是拿，对不对？那现在加一个上加字的话，那 Ranatana， 哇 ，nawa，就耳朵。我们平常说耳朵吗？有耳朵的话，一般讲那就是耳朵，单一个耳朵，单一个字就可以理解成耳朵然后你加一个也可以，nawa，这可以吗？你说加nawa变什么？也是耳朵。也是耳朵。
所以前面的不会就变音，那后面的会就变音了。这个地方是有上加字的有12个。ragabdaga， 我们就念一次啊 ，ragabdaga， ragabdaga， rada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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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adaga， rakadaga， rachadaja， rachadaja， rathadada， rathadada， rapa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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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zad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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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ada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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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yad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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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a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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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dama。这个两种的发音，我们小时候教的时候，这两个，比方说嘛，上面加那个上加字的时候，念的时候马上就会变音，就说，比方我刚刚念的ra ma da ma， ra ma da ma， 已经ra就变成后面那个ma的时候，就后面那个ma念的时候已经念成了ma ra ma da ma。对不对？嘛达嘛。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说，他说不能，有一个人他在念的，他教这个过程中，他就说马上不能变音，说念要后面那个先嘛达嘛，再来变嘛达嘛达嘛，所以就两个音都嘛。都有音嘛，都元音，嘛达嘛，就最后再变音，嘛达嘛，嘛达嘛。但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时候，都是已经直接念那个机字的时候，直接就变音了，嘛达嘛，嘛达嘛，啊达啊，就直接变音了。所以你们觉得怎么？你们觉得比较哪个容易？你们就选。刚刚你说那个拿的大有没有？拿的那是耳朵嘛哈？那你说拿蛙也是耳朵，那拿蛙的话就没有上面那个拿，对不对？你刚刚念什么拿蛙吗？不是，就是你不是说那个耳朵吗？耳朵怎么念？拉拿的那。拉拿的那。不对，拿哈的那拿。不对，拉嘛，上面是拉。怎么念？拉拿的那，拉拿的那。不要念的，拿的那不是拿大那。你如果是念一个拿大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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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看你们的方便，马上变音呢，还是一个一个字，比如说大最后变音大那我们小时候大就已经变音了，我要问的是说，你后来讲了一个叫做拿蛙，也是耳朵的。那不要念拿蛙，拿蛙就是拿蛙，有点像病拿蛙嘛，拿蛙，
是说那个拉哇是不是不要加上面那个拿字，就那个拿，就是这个直接那个拿就好了，是不是？不是，你不加这个字的话，就是拿瓦，就是病啊。我们前面的那个生字里面不是有？要加这个。对啊，加这个才会说，那你这个拼错了。也是耳对朵就对了。对。谢谢。所以你们要记住，现在是不要认为字，只要说有3个上加字，3个上加字，这个第一个ra 这个字在30个字母里面可以配哪几个字？你们要记住说，它有12个字可以配，12个字可以配的话，那3个字母都学过嘛，对不对？ra 也学过，30个字母也学过，所以它前加字这样。就你们如果记的话，就是一个第一组里面是有几个，只有一个呢，还是2个？它第二组里面有几个？第3组里面有几个？4组里面有几个？这样去记下去也是可以的，因为你们已经有30个字母已经背下来了嘛。30个字母背下来的时候，那你们就一个一个去猜嘛，猜哪里？这样那直接可以知道哦，嘎加到像这几个字都可以，你们就背下来的话，那背的话比较花太多的时间，直接你就把30个字母里面一组里面有几个，2组里面有几个，这样记下来就比较容易啊，可以加这个 ra 的这个上加字的部分，主要是中间的这个部分是变音，后面这个送气跟不送气的这个几个，以及低调的部分就变成高调的，这几个字是声音会有点变，就是你加那个上加字的时候就变成浊音了，啊。那 ra 上加字后面是拉也是拉的拉，拉有几个？拉上加字加拉的部分是有几个？朗过，我们讲朗过嘛，对不对？朗过有几个？10个，朗过10个比较少，朗过，所以朗过10个。那朗过10个，那我们先就不用按照他那边朗过。朗过有10个的话，那第一组嘎可以有朗过，对不对？嘎拉卡达嘎。拉嘎达嘎，它是有朗。那这个我们30个字母里面第一组里面嘎可以加，还有吗？卡也可以加，对不对？拉卡达卡，哦，拉卡达嘎就变成浊音了，这个拉卡达嘎，原本是卡嘛，那加上加字这个拉的时候，那变成了嘎，变音，变成一个变浊音了，嘎。第一个就没有嘛，第一个那个嘎就还是一样念嘎。对，拉卡达嘎，没有变音，第二个时候就变音了。还有吗？还有第一组里面还有吗？还有啊嘛，对不对啊？所以拉啊当啊，本来是啊嘛，对不对？那现在是有上加字，就变成了就是5，1、2、3、4的那个5，
藏语里面1、2、3、4的5的就是那个如果没有加上加字的话，就是自己嘛你加了上加字的时候，就变成了1、2、3、4、5的那个5拉达拉达这两个都有变音，对不对？这两个都有变音嘛？一个是念，它变成嘎，对不对？卡变也是一样念，嘎，念嘎，对不对？对。对嘎。所以它本来是卡嘛。对。变成嘎的。对。第二个，第二组里面有吗？有没有？加，对不对？拉加大加，有变音吗？没有变音，对不对？拉加大加，拉加大加，恰可以加吗？第二个那恰没有，对不对？恰有，对不对？拉恰大，怎么念？拉恰大加变成拉恰大加。拉恰大加，加，加恰加，娘有没有？娘可以加吗？娘不能加了。那第三组里面第一个是大，拉大，拉大。会变音，它是不会变，对不对？拉大，拉大。这个呢，拉这个上加字是它不会像拉一样，它不会变，它本身是写一个拉，就下面加一个基字就可以了。那拉的部分是有点变嘛，对不对？原本的3个上加字里面写那个拉的时候，它的那个字的形不需要，就完全需要全部的那个拉，不用写，对不对？第二个是上加字拉的话，它一定要全部写拉，然后在后面写那个基字，你要什么样的基字？拉大，那它有没有？大后面是它嘛？它有吗？没有。拉塔达，就变成了达，达，不是它，跟那个一样，拉的时候那个音跟拉的时候的音没有变，拉达达，音没有变，一样，那个2个音，拉达达是音是一样一样它，然后它，那有没有？那没有嘛？那爸有没有？拉巴大爸是不是？拉巴大爸是不是？拉，先写一个拉，然后后面有一个爸，拉巴大爸，拉巴大爸，拉。爸后面是什么？怕没有那个上加字，爬有吗？有，拉帕大巴，拉帕大巴，马有没有？没有，对不对？然后到了扎，有没有拉扎大扎有吗？拉扎大扎拉。
有没有拉扎大扎？没有吧？啊，然后是有没有差？应该没有。扎拉扎大扎有没有？没有的。然后哇拉宝到哇，这个是扎扎扎哇，那本身是这个我变成扎扎扎下沙啊呀，这是都没有，对不对？下沙ra拉下沙都没有，对不对？那就是哈拉哈大哈拉哈大哈拉哈大哈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念拉哈大拉哈大哈拉哈大哈，不是，对不起，拉哈大哈，不要念哈，你们这样拉哈大哈，对不对？不是拉哈大哈拉萨，就是拉萨的那个拉，它这个拉萨，就是你们是那个先我们的那个什么，人跟天的那个天是也是那个拉嘛，藏文里面的天人的那个天是用这个词，拉哈大哈。这两个音不一样，这个音量这个音不一样哦，这是哈，对不对？那这里又加了一个上加字，那个上加字那拉哈大哈，把那个舌头顶上去，哈。一个是哈，不用顶，哈，好，这个舌头顶上去，顶到拉哈大哈萨，不要念哈萨，哈萨，拉哈大哈。舌头一顶上去，拉萨，你们中文是拉萨嘛？拉，对，英文是你们会写 h， 英文是 l 的，你们的拉，英文是 lha， 拉萨。不是哈萨，你们英文这怎么念拉哈萨，反正一个顶舌念，一个不顶舌，直接。哦，对，一个顶舌，我是顶舌念啊。你不顶舌的话怎么念？哈萨啊，要顶声的话，对，拉萨，拉，中文字拉有吗？拉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音拉。先这样吧，先就抓住这个跟有上加字跟没有上加字是有区别的，直接先念，一个是哈，一个是哈。这个其实你们有些藏人也不会，很多也是会有这个地方会混在一起念，那有你们也知道上加字加起有拉的部分是就10个嘛，对不对？
只有10个，所以这个10个也是这个30个字母里面取出来的，所以你们30个字母掌握好的话，那这也是一样。那主要是现在是音的部分，发音的部分有差别啊，这可以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快？因为这些都字只是一个发音变化，字多你没学过。那三锅也是一样，三锅就是上加字的部分是三锅嘛，三锅。一个朗哥，一个狼哥。现在是那个三锅，三锅，三锅嘛，三锅。三锅有几个？啊，11个，对不对？11个，有11个的话，那按照如果你们按照往那个方向记住的话，那你们就会掌握住的是有变音没有变音，从低到高音的这个，按照那个就会记得，那比较清楚。那现在你们是我们30个字母里面一个来是说的话啊，有嘎，有萨嘎达嘎，对不对？要萨嘎达嘎的话，那要先写萨，然后嘎，萨嘎达嘎，对不对？萨嘎达嘎，没有变音，萨嘎达嘎，啊嘎，然后嘎后面是卡也没有，对不对？没有。那卡有没有？卡有，萨嘎达嘎，萨嘎达嘎，萨卡，萨卡达嘎，嘎，其实这3个音都跟你们说，萨嘎达嘎，拉嘎达嘎。拉嘎达嘎，这3个音都一样，这3个音字写的不一样而已，音你一个抓住了就3个音一样，萨嘎达嘎、拉嘎达嘎、拉嘎达嘎，音3个都一样，拼字往后你们要拼字的时候要拼对啊。音是一样，但是你要写什么？你拼错了哪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嘎，那嘎的后面比方说这个萨嘎达嘎，对不对？这个萨嘎达嘎上面你们上加字我们刚刚学过，对不对？加一个纳入，对不对？就是萨嘎达嘎那的国，萨嘎达嘎那的国，那国就是门。你要写门的时候要写这个。你这个上面写拉嘎达嘎那国不是门，你这个上面写了拉嘎达嘎那国也不是，拼错了，不是门，人家一看那个不是你写的不是门，你一定要写这个词才是门，了解吗？这样。可是它3个虽然是说后面3个都是它变音本来是卡它变嘎，对不对？可是第一个是嘎，还是照念4声嘎嘛？这个是念嘎这样子。只是变成卡变嘎而已。谢谢。这样就清楚了吗？3个音，虽然是有变成有怎么那么多，但是你这3个音是一样的，那就是你的字的认知度、辨别而已啊。然后有萨嘎达嘎有吗？刚刚我们讲到萨嘎达嘎，然后有桑阿达啊，对，桑阿达啊，这也变音嘛，
本来是上阿达上阿达啊，上阿达啊，啊，上阿达啊，啊，上阿达啊，那这个啊，其实就是这边的啊呢，我们想加一个巴拿的波，这个加一个巴学过对不对？巴拿的波也学过嘛，阿波，阿波，阿波，早的意思，很早，阿波，阿波，阿波，如果加一个巴拿波的阿波就是早的意思。那你早的那个啊，你不能写啷啊当啊，也不能写啷啊当啊。好，上啊当啊。而且那个那都是早安的早的，还是说你这个，还是说你起床起得早的早的意思？起床早的那个早，你可以说阿布朗就早起，阿布朗，那我们是那加有吗？撒加大家没有吗？撒恰大恰没有，撒恰大恰也没有嘛，对，没有这个字。你如果拼出这样字的话，就是变成了新的造字所以也没有。那撒恰大家有没有嘛？三亚大呀有没有？有吧？有。撒，本来是撒，然后撒后面加一个。撒后面加一个呀，那就变成了三亚大呀，亚大呀，三亚大呀，三亚大呀，呀，这个音中文里面有吗？有吗？呀，台语，呀，呀，然后是大有撒大大，对不对？撒大不会变音嘛？它不会变音，撒大。那也有撒塔大，这是变音，有变音啊。这是变音，撒塔大有变音啊，本身是塔，那变成了大。撒大，他那有没有？撒那大那，撒那大那就是我们的鼻子就是那，不是那是那，那好大那爸有吧？撒巴大爸，对不对？不会变音嘛？撒巴大爸，撒巴大爸不会变音，撒帕没有，然后是撒巴大爸，撒帕大爸有变音嘛？撒帕大爸，撒帕大爸，然后是撒马大妈有吗？撒马大妈，爸爸妈炸有没有炸？撒大炸，这个不会变音，撒大炸不会变音，撒大炸。撒炸炸差没有，炸没有，哇都没有，对不对？撒撒呀啦啦下撒哈都没有，对不对？那有几个？1、2、3， 11个。所以这个11个前面的啷过、三过，其实有变音跟没变音的这些所发出来的几乎都是音一样。这个撒达这3个字，比方说了，我们这个达，然后是
拉达达达，然后是萨达达达，这3个字也是翻译一样嘛。我们原本的那个是塔，对，塔，那有上加字加一个上加字ra的时候，就变成了ra塔达达，ra塔达达。那加上加字拉的时候，拉塔达拉塔达达，拉塔达达。加上加字萨塔达达，萨塔达达，3个发音都一样，字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些很多不要认为有很多字，但是你要这个里面主要认的是有上加字，在30个字母里面可以上加字的有几个字，这个你们掌握。掌握之后呢，就变异的部分，那按照这个的表格，他就把这个表格很好，那个表格里面你就已经知道说，加了不会变音，加了会变音，就送气跟不送气的变化，啊，那低音的部分变成高音，高调的，这边讲高调，所以这个是区分。你能够区分出的话是这边里面呢，它就很列出来了嘛。对啊，如果是可以这种，如果你说我就说，如果你们对不起的话，按照30个字母里面去找，可以吗？一个字来去拼，啊。那如果按照这个字，马上就能，因为你们现在刚开始，如果初学者的话是没有办法马上能够全部知道嘛。但是大概上就了解一下这个字母里面，你就从那个里面去过，从第一行里面，你就说30个字母里面是嘎是第一组里面，那大是第3组里面，这大是第4组里面，啊，那些是不会变音的部分，你再去记嘛。主要是有加跟没加的，有送气跟没送气，主要是也可以是说变成浊音跟没有变浊音。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吧，时间到。那个送气跟不送气，像那个什么尬卡，是不是说尬不送气是因为它短气，它短所以没送气？卡。你有现在戴口罩嘛？你就知道你要嘎念，嘎，哦，没送气吗？没有气不对，没有，卡，有吗？大重一点的卡，不对。卡，你要念卡的时候，有你的气就会出来啊。那变浊音是什么？变浊音是就变浊音的，就是刚刚有讲到了，它有上加字的时候，有上加字，比方说卡嘛，卡，它有气，对不对？卡，嘎，卡没有气，没有送气，卡，那变成浊音，ra嘎达嘎，就变，那浊音这边没有写出来。啊？变浊音。啊，这里没有，我是因为我。说成浊音的话比较，因为是日语里面有这样是什么浊音这对不对？那这里是没有说浊音，就是送气跟不送气来去辨别。那我比较方便的话，就变成浊音来说明，比较容易。好，谢谢啊。叫我们小孩子辛苦了，对不起。